咱的镜头刷到南投信义乡的新木村，连续几啊天的大雨，这个连外道路断路，真无简单。等到这个大路畅通，农民赶紧上山查看辛苦栽种的高丽菜，看一个蛤蟆昏倒，因为一架半的高丽菜园全部予山沟卡了了。原来山沟镇趁道路未通，农民无法度上山，走入去菜园啊，大只特只。 农民损失80多万，有够心痛。看过这几大片的高丽菜园，每一粒的弹弓拢互高山啊夹啊烂去。这些猴子用嘴巴咬的啊，把整个高丽菜都吃光啊。我们应该是像安尼，几粒圆圆碎碎高丽菜，去高山啊夹安尼一起一起。一架半这高丽菜已经准备收成啊，结果咧，几片去高山啊夹了了。农民本来是想要利用高丽菜过起的时阵呢，有一个好收成，想要到损失。大概损失大概在差不多在将近在70-80万块。几年的心血都无啊？颗粒无收啦。 5月18落大雨，南投信义乡新木村连外道路中断去，农民无法度上山去巡视，加上停电，这高远电网啊失效，山顶的高群用这机会侵入菜园。20-30只一届拢来啊，把你的田仔内底物件拢摘掉。我今年的荔枝全部都没有了，连自己要吃都没有。 虽然高山啊已经唔是保育动物，但是因的动作非常紧，食了就紧走，甚至有时阵赶嘛赶袂走。看这涂骹高山啊食剩的果肉，农民真正是真感叹，今年油果无收成啊。